今仔日是3月份的上八天，我就发现讲，即个查甫的夜妇，怪怪拢讲再见拢足强调的。我就想讲，伊敢会是讲，着上八天要离职啊？我想应该是安尼。我去看伊的胃，伊的胃拢收甲清清气气，而且我嘛有感觉伊有淡薄仔毋甘，甲每一个人拢有特别去讲再会，就讲真正是再会，有去强调。我就想讲，这真久以来，真正对伊有困扰，就变做讲，伊对我的态度，就是较赤白白，讲介是倒位有惹着伊无爽快，变做讲嘛，甲伊讲话拢有一个压力，而且伊嘛真正对我较无耐心。原因我嘛毋知影，有可能就是讲，伊的性质，伊的性较急，嘛是讲伊对我有啥物不好的印象，有的人就是有即种印象，伊就特别讲，甲这人讲话就较无耐性，就反应足紧，反应真紧是优点嘛是欠点，变讲伊就看到啥物就直接安尼回应，嘛无想着讲会甲人伤着无。亲像讲，我迄时甲伊讲台语，伊会直接讲你莫讲台语啊，你讲甲嘛无好，嘛无介好，就变做讲伊会足直接，伊就对我这个人可能印象无啥好，就会直接表现出来。若亲像讲，亲像我隔壁的同事，伊就是对人无遐认真去看待，伊就会想讲，这嘛好，这嘛好，拢看会着优点欠点，无即种讲1分甲100分，就别讲差别遐大，这就是佛教讲的分别心。有的人就分别心做强的，变做讲就是爱甲恨足明显的。若讲拄仔好你是伊认为袂歹的人，日子就较好过。毋过若讲有的人甲伊惹着，那亲像讲推萨台语的阿母，伊就是对另外一个印象可能就较无好，变做讲伊的反应嘛足直接，嘛袂去思考。毋过若是讲对啥物技术啊，看起来较袂当得失着，较有才调的，较敬重的，安尼当然态度就无共，就是这款人的，有一个性，这个性就是就是你的伊若对你的印象，这个分数会影响讲伊对你的态度，就变做讲，我会去互惊着，伊若来问我代志，甲伊有即只的时阵，拢会想讲，这个人会讲，搁开始掠讲，开始对我不耐烦，无法度用一个正常人正常的同事的关系，当然互人真困扰。你若讲甲一个人，有啥物过节，有啥物较无好势的所在，毋过因就是会去保持讲，甲你讲话嘛好好啊讲，只是讲有一个性格伫遐，讲话就会碍虐，这是无法度。毋过你嘛毋惊讲伊突然间安尼掠讲，
就是对因来讲吼，另外一种人来讲，甲你有啥物无好势，以早有啥物无好势所在，伊颠倒对你较谨慎，讲话较细腻，虽望是雅乐的气氛，毋过你毋免惊讲伊会突然间安尼讲话，互你毋知影要安怎应付，也无嘛袂互你感觉讲伊的态度哪会变甲较无共款，就是制造互你互你感觉困扰的即种反应。毋过我最近伫写台文的日记写动态就伫咧想讲，为安怎我会拄着对我较无满意的人，而且伊的态度是足明显，阁袂无法度去就是态度足明显，就是要互你知影，毋惊你知影，为安怎我会拄着，这就是亲像讲，咱若坐椅仔若讲坐着较细汉的物件，坐着一张卫生纸，咱会毋知影讲咱坐着物件，毋过若讲坐着尖的尖的圆珠笔抑是啥物，你著足明显就会跳起来，就是互家己去发觉，发觉这有无爽快的所在，而且互咱去思考讲，这圆珠笔哪会落伫椅仔，安尼坐着真危险，有啥物方法会当避免就变做讲，咱会当去思考。毋过若讲是卫生纸无细腻坐着，就会讲这嘛无啥，就较袂去思考。我相信这种安排，就是互我好好啊去思考，去思考一切，就是人生有啥物信息，就若亲像讲，我用耳机要听广播电台。毋过，若讲有车辆安尼，伫外口有即个环境的声音、杂音，变做讲我嘛听无足清楚。即个问题就变做讲，发生一寡代志，就若亲像即个杂音，伊会互咱毋知影讲，真正这天公伯安排咱的人生的故事，伊的真正的意思是啥？伊想要甲咱讲的代志是啥？有可能就毋知影。这就若亲像讲，若讲华语，咱就较无差，咱就袂去足清楚去感觉到即个华语的存在，就用甲足自然。毋过，就是台语这件代志，因为伊就较弱势，而且亲像我即摆当伫咧学，有当伫咧学一个过程，我就较清楚知影讲，爱安怎学，为倒位学，即个人有讲，即个人无讲，有偌济人啥物状况之下会使用台语，变做讲。我的即种观察，我的焦点的集中会无共款。即嘛算是一种训练就是万项代志伊的意义有可能是要训练咱若亲像讲白话字即个物件，若讲我无开始讲去练习用白话字去写一寡日记的话，变做讲我看到白话字，就无去看，就足紧有看若无看，家跳过人过。无就是讲，老师会对底念，会带领我念，我就嘛
无真正用心去看白话字，真正需要去训练去练习。亲像讲，我练习去写白话字，我就变做问题就较济，讲即个时阵是安怎？我有经过思考过。这就是讲，安尼安排拢是有伊的意义。咱毋知影讲，为安怎会安尼？拢希望讲，咱厝内好呀，而且伫工课上上好是，阿爸母开的公司，安尼你袂有即种困扰，就是你的拍拼别人就挑工无看的，挑工去疏忽，拢毋免惊，而且无啥物不公平的代志，就变做讲，这一切若做顺利，买厝啊，若要做啥物代志，连上班，有车有车位，安尼看起来就是做舒服的即种生活。毋过，就变做安尼的人，补偿训练着思考，思考较是咱人生上重要的代志。咱是灵魂的，咱原底就是灵魂的一种生物，毋是讲即个肉体。即个肉体有可能只是一个景，一个景尔。咱亲像讲，咱伫耍手机仔的游戏，毋过即个游戏，是咱看到的，嘛会当感受到讲，出现啥物信息，画面，咱拢会当感受。毋过，手机仔内底的游戏，毋是咱真正的家己，只是咱目睭透过目睭看到的一个景，一个影，安尼尔。我相信咱即摆看到地球，咱有成功有才调，有人水，有人无水。你找即个人，即个人嘛找你。这一切拢毋是咱真正的灵魂本身，伊只是灵魂，伊可能去耍一个游戏，用无共款的方式去体验，伊看到的是咱即摆看到的景，即个景当然就若亲像手机仔去画这游戏的画面。你讲是真正的，你透过目睭是看到这，毋过伊毋是代表咱的人，咱的即个人本身。即摆当然伫地球，拄着的，阁有一切故事，拢是共款，拢敢若是要互咱灵魂，训练咱灵魂去思考，去知影讲，看一件代志，会使用无共款的角度。以早拢会安尼想，即摆就是讲，换别种方式，变做有成长，有成长较是重要的。就若亲像讲台语即件代志，有个人有可能讲一世人的台语，伊嘛无承认讲有台语文、有拼音、有白话字，就变做足侪人的人生就认为科学，无相信有灵魂，阁有讲，肉体离开肉体以后，阁会继续延续咱的性命。有个人嘛是一世人透世人，若袂去承认，还是袂去相信。敢若咱独看，讲台语即件代志，就有人透世人你有甲伊讲，伊嘛有看到，伊就是讲这拢是假，这拢是无需要的。
这就是咱人有时阵会安尼想，安尼想，别人若安尼想嘛无要紧，就若亲像我即摆就是爱训练家己，像讲迄个查某的业务，伊若对我的看法是安尼，伊变做伊安尼想，迄不要紧，就若亲像讲台语这物件嘛有人看伊无，嘛有人讲着安尼就是十喙九尻川，变做讲你若对伊去生气，讲迄哪会使安尼，毋是家己加忝呢？我着爱知影讲，这个查甫的业务，阁有以早迄处女座的同事，就是毋知影倒位互伊感觉我无做好势，伊有可能对别人印象真好，对我印象就是较无好。这种就是若亲像讲台语，有的人就安尼想讲，这是汉文，是汉民族的公用。嘛有人就想讲，这就是沟通的工具尔。做侪人的想法拢无共，就若亲像讲查某的业务，伊安怎看待我？这就每一人拢一种想法。我无需要要伊，伤过要伊。这就是和平共和平的相处。这个意思就是，甲家己拄着的无伫骹拢是真好势，真甲家己尊重，拢是做顺利的状况。这人生变做无可能。毋过爱安怎互家己变甲较顺，就是讲我会当去包容，我会当讲甲即种无共款的情绪、无共款的看法，和平共处。今仔阁有好今仔阁有学着一件代志，就是阮隔壁的同事，伊就讲伊的个性就是较袂有惊得着、惊失去，无即种的心情。若讲伊做主流，抑是无主流的代志，伊拢无差。毋过伊是无差的人，伊就无追求，颠倒伊嘛袂去讲做一件较主流的代志。若亲像讲去想办法做公司的副总，伊就较袂去做即项代志。毋过伊嘛袂去做真无人做，真少人做的代志。因为伊去做即项代志，有可能就是需要有想法，想要去推广。若亲像讲虾米共款，伊有可能就有心去做，伊就拍拼做。咱这社会当然需要即种热心的人。那我隔壁的同事，伊有可能就安尼参加一两届，伊就袂讲徛厝内，做干部，伊就是家己学爽的，而且嘛袂讲一直讲足坚持，我一定爱学，我无学就安怎。伊就是袂去做中国迄粉红仔，粉红仔有可能伊心内嘛有一种追求，讲有人伫讲祖国的歹话，就会想足济，讲白当，我一定爱家己阻挡，爱伫即个人讲祖国歹话下骹去留话，这就是心中有追求的人。毋过心中有追求的人，有可能有一个运命，就是讲，伊若毋是做副总，追求迄主流的价值观，伊若追求的是主流的价值观，有可能伤济人烧钱，变做讲其他副总的名单出来，无我迄名，
就若亲像我诶旧主管共款，伊讲即个本来是我诶下骹手人，即摆哪会变做甲我共款是顶司？即摆变做我诶顶司。我即个旧主管伊有追求，伊追求诶是主流诶价值观，就变做安尼唱，有可能就是较输人。这就是家己毋是拍拼就会当解决。毋过，若讲伊今仔去选，亲像我讲安尼台语无啥物人会晓讲，无要紧，我就是去做几项代志。我去做，大家拢真欢迎。因为都无几个人伫做。你凊彩做诶，拢是足重要诶。毋过，若心中有追求，有追求诶话，就开始感觉痛苦，感觉讲哪会无人去注重？即种想法就会出来。即个嘛无法度去避免诶。就是讲较袂讲受着影响诶人，伊颠倒讲无受着较袂受着影响诶人，伊颠倒讲袂好好去甲即项代志，去好好去，因为有追求，就若亲像迄个查某夜妇，虽讲伊有时阵互一寡人会可能较艰苦淡薄仔，毋过伊因为有追求，伊就产生讲一个会较强烈。有时阵对人有即种会真热心，啊无就是看你拢无顺眼，就变讲有一寡较济较强，就是好用的时阵真好用，伊会甲你的代志拢完成，搁加做。毋过伊嘛有可能就是对一寡人就较无客气。因为有追求的人，就是较歹补；无追求的人，亲像我隔壁同事，真好斗阵。毋过真好斗阵，你若望讲伊去，拢无人做，我需要一个人去推广，歹势这伊就袂加入，伊可能就是做观众、做听众，伊袂去，伊袂去做即项，就是带头的。带头就是一种追求。若是追求主流，就有风险，有失败风险。若追求无主流的，你若拍拼，有可能就有成绩。毋过伊的痛苦就是讲，哪会无人注重？哪会愈补愈看起来补袂起来？就变做这世间的代志是公平的，毋免惊。对，我就是想要安尼甲家己讲。即个查甫的夜妇的事件，就若亲像讲，我迄当时伫一个写小说作者下骹，足用心，嘛毋是用心啦，嘛是有淡薄仔，淡薄仔就是食醋讲即个人写小说，我嘛是写小说，我无法度比袂过有即种心理。毋过我嘛认为，我嘛是有想要甲伊鼓励，伊就掠讲，讲我哪会讲对伊较做歹人的角色，我哪会去挺即种歹人的角色，对伊的主角拢无啥物关心，变做讲会拄着安尼的人，拢是要互我思考。我爱思考讲，因到底伫想啥物代志？就是拄着安尼的人，因为伊互我无爽快，我较会去思考讲，安尼的人，对我不满意人，伊到底伫想啥？我较有法度有搁较济思想的刺激，无就是一个人，
厝拢穿好好，车拢穿好好，公司找头路嘛穿好好，以后嘛有财产会当分。即个时阵，伊就无需要做多方面的思考，伊安怎想，就安尼想，毋免改，嘛毋免去想讲别人原来有无共款的想法，拢无需要，物件拢穿好好，伊就做家己，甲家己的即个个性、伊的思想，就做甲足极端，就是拢毋免改啦，就亲像讲一个路是直直的路，足大条，伊就安尼驶，安尼骨力驶甲终基尾就会当。毋过就变做讲，我无即种条件，就是路拢开甲直直，目睭刻刻拢会当驶，无即种遐好的代志。有弯弯曲曲，会出现啥物动物，安尼甲我惊一着。这原因就是，嘛是要互我去好好啊看风景，讲原来即个所在有动物，即个路有点仔甲有沙土的路，互我去想讲，原来共款是路有遐大的差别。边仔的风景，可能会影响我即马行路有顺无顺。我较会去转变家己，驶车的速度，我的技术爱愈驶愈好势。我相信一切拢是有伊的道理的，就是安尼。